如果唔肯定自己部電話用唔用到 eSIM，可以開啟撥號畫面，輸入星井06井。如果出現 EID 條碼或文字，即係你部電話支援 eSIM，咁就可以直接購買 AirSIM E eSIM 數據，卡都唔使插就可以出發啦。如果你係 AirSIM 現有客戶，就要先登出賬戶，然後點選 AirSIM E， 再註冊一個新嘅 AirSIM E 賬戶。完成註冊之後，就可以好似平時咁購買數據套餐。重點嚟啦，記得要喺出發當日到達之前，喺穩定網絡環境下下載同啟用 eSIM， 將行動數據同埋預設語音號碼都選擇使用自己本身張 SIM 卡。去到目的地之後，記得要幫 eSIM 改返個名，方便之後揾返張 eSIM 啊。然後開啟呢張 eSIM 嘅數據漫遊，行動數據揀返用呢張 eSIM 就搞掂啦。如果數據就嚟用晒，想加購數據，或者120日內再次出發去同一個地方，需要購買數據，可以直接喺 App 點選有效數據套餐，再點選購買額外數據，就可以用返同一張 eSIM，唔需要重新下載同做任何 set up，係咪超級方便呢？